Hello，Hello，大家好，大家好。无，其实是讲要甲昨吼，无拍了诶。off 你好 ，Alice is coming 你好，Alice 啊个你着恁阿姨好。甲昨无破关诶游戏甲破关吼，洛克人 X， 洛克人 X3， 第三代洛克人第三代吼。砍救起来。个小等一下。好，安尼差不多会当开始啊！要来换所在，嘿，嗨，哈哈，大家好，大家好。今仔日呢，要来教我的洛克人 Lockman X3 第三代吼，要来甲砍少上尾啊，剩一个巴达要过了，就剩最后的关卡吼，啊，要来甲伊砍少起来。昨个发现讲哦，即我个发现讲，我迄个西牛迄关袂记你摕头壳啊，摕迄个头壳的装备吼，啊，所以伊等下爱先去摕迄头壳的装备，所以迄头壳装备是敢若引导尔，无啥物作用啊哈。好，今日开始咱要来换游戏机啊哦，电动机啊，开无？还无听到声啊？怪怪哦，等下啊。
我遮无听到声呢。等下啊，设备淡薄仔出问题，解决者。要么开着新手模式，就袂惯系用这些新的摇杆。啊卡多拢无声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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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发生什么代志？小小，为什么会有这个诡异的情形？大家，发生什么代志？来，无游戏的声。放送事故，看安尼，哎呀，处理者，小等者哦。Mega Man X Legacy Collection. Mega Man X. 有声，但是会出问题呢？为何有这种奇怪的代志？都是的。
啊！等一下，等一下，足奇怪的，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声音接的迄个会有问题，佮电脑变到无声音尔。哦，佮无惯系新的手把的迄个方式，较会安尼，啊，佮袂当电开机咧，电开机就要电用直播啊，等下哦，我来，系啊，无，这就是游戏拍开啊，无音乐啊，但是音乐拍开佮会有问题，输出有一寡问题。稍等一下哈，放送事故，要安怎开始就发生这种代志，奇怪，我昨也无叮当啊，哎安尼，我昨天没有动呢。Mega Man X Legacy Collection. 有啊吼，怪问题。好，总算会当开始啊！较有较奇的咧，刷较过淡薄。唔知，找无原因。先算，我今仔日会袂困日，无破关袂当下播，袂当休困，无破关袂休困日。来，这个庄仔西牛。关后壁迄袂记是客。
你要到你要到迄个去头壳的所在啊，头壳装逼。我就是要含你拍。耶、好，来。到了重要的所在咯。啪！要来骑头壳，呀哈！上无路用的头壳装逼。要来龙虾啊！这个要来拍上尾仔的八大吼，八大魔王上尾食龙虾。人讲啊，这个母亲节食龙虾，父亲节走到无半个吼。对啊，重要的哦，好哦，好哦，有哪无的这个啊，落落，才有通这个有机器人通驶就甲驶啦吼。有机刊开，直须开，来呀，来，这个是不是要用这个一下？最帅气的上烟岛的机器人来啊！上穿的。H 的款，这个伊个网站是讲这只叫做这个非准号，就是马歇啦哈，马歇一种啊。来，可惜它不能够长期浮空，伊无法度像第二代啊咧。啊，冲哦！冲啊！家己调较紧。按键有一点不顺。这头前应该无啥物件，无就好啊！我的机器人佫无呀。无物件，
啊！没有飞好，我的机器人掉了。安尼啊，点来啊！哎、啊是会当直接正落破了。应该是会当直接正，唔免个点来。哎、袂使咧，一定要机器人咧。好哦。可以啊，嘿，上尾啊一个爱心，安尼应该该摕拢摕着啊。这只应该是。若个无出来叶多灵啊，个无出来就袂使啊呢。你看伊迄间刀，我会记得这会当用，看啊。我也是用普通的好啊。要叫伊创死啊！我看人迄歌手会使用迄个机器的甲拍，我看伊拍开才无顺利。人迄机器的逐节就是啊。变伊啊吼！安尼就拍袂着因两个合体啦。FF 甲 BB 哦，只要一个无死，因就等下迄个魔王关的头一关就会拄着伊。是头一关？对，头一关就会拄着。我咧想代志，结果就错赛了。讨厌。这关的魔王惊这个黏鱼的武器，就是迄个电啊，三方向闪电。要来甲还做死呐！这边哪 K 啊？2条命呢？用正的啊！对啦。也无迄个李胖，我还知。没有，你马上给人家一个裂缝，是不是？给人家提示一下裂缝。
4个一冠，4个一冠，4只机器人，8个爱心点数拢摕着。好。安尼也对，哦。我想讲较会无伊啊。听讲这个武器拍伊真好拍，直接就巧伊啊！两回哇，一开始就互伊迄落轰你，等下。为什么？是安那我死甲遮紧？我看人一摆就互牵少啊呢，是安那我爱拍遮久？差伫倒位？我放大绝，为什么你可以打我？好啊，摕了啊，该摕摕了。煞来要变黄金啊！黄金圣斗士。杰洛甲洛克人，恁即马要过来拍即个多普拉，我的对手而已。你啊拜托一个杰洛，你毋通搁死去啊！顶届甲你组起来，伊个开恁主公足侪困难，毋通搁生攻生笑，但不是咧牺牲啊！即摆这路吼，伊是真正有出来斗三工啦，就是确定啊第2关魔王关第2关的时阵，伊个有法度出来斗三工。伊是唯一一摆会当拍魔王，啊无你若头前你若用伊吼，用伊来过，你到魔王关的时阵，伊拢会讲，杰洛我要那个罗库曼，我要先来走啊，魔王交互你拍，交代互你，伊就绕跑伊啊。啊，唯一就是等下魔王关第2关就会使。看来真袂当捞血，捞伤侪血呢。我会记得遮敢若用这个回旋罗盘，两下武器敢若袂歹。哦，一发就巧伊啊，真好哦！看我都补一寡血了。哇，看，搁加捞，搁来连倒加捞几滴啊！
真苦呢你啊！要互人逼死。好，无爱含你耍啊。啊！无细腻，操作无好。OK 过啊！这个用上方向闪电看看，没闪。毋知用什么拍较好拍，还是用原底的。来，中 boss， 你已经伫后壁，你也无出来斗拍者，竟然你就走的，你看，这先摆真正是足见效的，你就为伊后壁安尼扑落就好啊。啊！我昏去我。今日补回，我还差2滴血。哇，落去了。
哦，满 ，OK。耶！黄金圣斗士来。与黄金光辉同在，达成一个成就了。哦，这个就拍拍，但是是我自己找的。看来研究一下。这颗这期会行什么会咧？喷射压缩机，哦，行装啊啦。拍目睭，哦，好哦。拢有鼻仔冻掉诶。那真啊也有什么反应？拢拍袂着。啊有啊有啊。剩一滴血。是啊，不被金星，哦，伊这哦衣冠都要只要互伊徛咧，伊就会当家己补啊。我较早细汉的时阵拢是藏的啊，先去食物件啊，转来啊伊的衣冠就满。3秒钟补一，敢若是3秒，1秒钟哦补一滴血款。啊，毋过爱徛咧卖叮当。系啊。这关吼，
就是要摕咱0先摆的刀，就是伫即关啦。啊，你前提是你爱头前爱甲百法甲牵照起来，百法若牵照起来，即关的魔王原底是百法的，原底是迄落迄只迄只蠓仔，敢若会变做红色的款。来，回个衣罐，喝个水。我的水了。无水。好，歹势，我先暂时离开一下，来摕一下水。啊，还有降落哦，安老喂，歹势歹势，我较拄仔无伫诶，啊是何人降落？哇，我看袂到呢，系我拄仔转来，是虾米人？啊，你好你好。哇！我看袂到什么人降落，要哪看？搁袂晓。哦，你好你好，是电话铃哦，是电话铃迄边来的吗？敢是电话铃迄边？啊，感谢你降落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八音苹果吼，是一个较接讲台语的VTuber 啊，但是你若听无，就是我有当时会讲华语啦，啊，就是请你真少听，哈哈哈。大家好，大家好，啊，即摆我咧拍的游戏是洛克人 X3吼，嘿，你若感觉袂歹，会当留落来看一下，好，咱今仔日要已经到这个魔王关的第2关，准备要来摕咱0先摆的这个光剑啦吼。啊是要讲光刀，啊是拢会使光刀、光剑。光刀敢若听起来敢若是亲像乱世光刀的感觉，光刀还是光剑啊？感谢降落，哦，足欢喜的。我即摆已经因为还未，敢若爱1000啊，你爱1000点，我较有法度有迄个降落的功能的款。因为我即摆无法度去降落到别人遐，无法度带我的观众去降落到别人遐。哎，咱的医馆的第4关啊，这边满啊吼，等待咱的医馆满，咱就其实慢慢等啊，用袂着哈。什么？伊竟然会服我？伤久无拍，我袂记你这啰嗦。等下爱提醒我吼，换一个迄个爱换节奏入去哦。拍你做啰嗦的，随时莫拍，用闪的。哦，开机器人，感谢降落，感谢电话亭的人客。啊！我知影爱坐别只，
爱坐迄落啦，爱坐水鸡号。不给叫，太安尼，顶来。敢若会当叫一摆尔呢。好哦，安尼我无法度搁叫水鸡出来啊，也是爱等迄只死，无可能啊，迄只已经冰去啊，较对啊。等下，跳了无好，等下啊，空。唯一这路先摆会当帮阮斗拍的魔王，就是伊。竟然无说你安尼就死啊！惨！系啊，爱重赌啊！你看，我的光刀没有了，等一下。我要气解，等下。重新读取进度。重新读档案啊！吼，这个记录爱重读啊。咱来。搁爱搁走一摆，啊，无要紧啊，安尼卡拄啊袂记去使迄个水蛙水鸡号，咱的水鸡机器人吼，来，干嘞！黄金铠甲嘛爱点 K 哦，安尼直接为第一关开始啊呢，好哦，袂歹，真好，全部拢爱点来。但是光剑袂当无 K 啊。洛克人 X3 上水开的就是咱的弓箭这个所在啊。搁有咱的黄金圣斗士穿规身躯穿黄金的已经烟斗到要变过啊，结果搁互你摕刀啊，安尼咧扑，这真正是，我感觉上水气的洛克人就是这代啊。我个会感觉讲，迄个 X4的迄个是啥？乌色的迄个无这个水的，乌色的迄个盔甲个无这个水。人讲这是4粒伊就变去啊。哎呀，都普拉哈卡西这个关卡一定，你看咱学长有个伫后壁，唔倒拍1、2、3、4，真正细化的漂亮。无使卡多啊，浪费时间伫遐咧用迄个衣冠这边抹啊讲。
不好用，找一个较好拍的，哪一个？哇，拢无补着花呢，歹拍呢。我看也是爱去你客去人。啊！拍了就歹啊！继续。搁剩一滴，袂用紧。搁差一滴。哦，水哦，好加载。伊这样嘛是真麻烦的。你上这嘛，黄金圣斗士嘛，互我记录起来。鄙人叫你抽残。就搞造呢。哇，无顺利。啊，惨死！无顺利。
较多是安那这尔的，补是爱医馆的，哇惨啊！针啊无全无几发。补医馆一个，对啊。补一下医馆的，应该补一个就有够。搁补一个保险。安尼也会捏着。运气足歹诶。没有了，射得不够准。哇，最好喜欢无啊。好佳再有补两个。
哦，就歹弹诶。哇！哦，真咁歹拍。Hello， 小白也是姓真，幸福姓真啊，小白也是姓真。你好，你好，阿曼。OK， 你阿曼哥绕赛啊。哎，出发水机号啊！咱的水机青蛙敢若会当用跳的啊！靠腰，等下，开飞袂起来啊！等下，啊！等一下，咱的水鸡开。伊应该是会当收袂起来呢，伊会当收水呢。我较会收袂起来，等下。哦，烦呢。这用啥武器拍较好？歹拍的，好，哦，直接跳就好啊！过来啊！为什么他会跳袂起来？弹无几发就翘去啊！无猜，如果无算到机器人啊！奇怪，看到他会跳袂起来。无惨着。啊，搁要顶来啊！哦，分气，我又要重来了。我敢若搁想起张拍爆发，迄张拍的，搁剩一滴安后诶，等下
应该是伊一倒就扑会死较对，伊只网啊应该是一倒扑会死啊，奇怪呢，袂顺，昏去，搁爱顶拍，无使卡拄啊迄只小鸟，毋是小鸟，迄只迄个大象片啊，迄个，甲伊拍死啊！我来研究一寡武器，较好拍的。安尼也对。哇，手滑一次就没救了，手若骨气都无救啊！哎呀，不过我记了愈来愈顺啦，哎呀，愈拍愈顺，就是知影安那过。哟，下骹迄个单着。shit 啊！
好，如果第3摆摕着黄金圣斗士啊，黄金圣斗士来。歹势，搁要互大家看无聊的所在，先补一下医馆的哈。这摆一定爱顺时啦哈。看这个时间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要安来对付一寡怪物。好，即摆等下西路先摆迄关，我来看讲安怎拍迄只网啊较好拍，迄只速回网啊。若要我拢看要来看伊的攻略吼，我拢会去迄个 RMMH 洛克人回忆之馆吼。内底就所有每一代的洛克人，所有足有的资料吼，拢会看会到。推荐推荐互大家吼。若要敲吹呢，你就是用这个 RMMH， 这个当敲吹会到。洛克人回忆之馆，应该是安尼就会当吹会到。OK， 来，艾克扎德大仙拜的店。
哦，击败袂歹，拍了水。这拢欠起来拢无效，因为拢共款爱为定，共一关拢爱定来。拍较济摆较会死哦，啊伊是惊啥武器？啊用电的，电的嘛效率无好。害怕。冲击射线，毋知效果啥款？哎，脸刚刚起。哦，水鸡毋通搁落落啊！拜托拜托。为什么啊？现在飞袂起来，奇怪呢？是安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奇怪的事情？谁刚我好？冲击射线也没效，这个没有用。拼好像蛮有用的，打2发就死了。嗯？为什么？为什么我的水机号都飞不起来？是安那飞袂起来啊？都是的。等一下，原来那个下面是都是空的哦。啊！真正是
是这样操作的啊。不过他还是死了。哦，进肉了。好像是没有要他那个要冲刺啊，要按冲刺。站唔到啊吼！哦，伊是输着涂骹的迄落啦，无共色，伊就变无共色啦。会红的有蓝的，有黄的，伊会变色。原来是安尼。拜拜，罗先生，明仔上班，大家先休困，拜拜。哦，完全体了。这敢若像落雷安尼，像歌娘同款，足慢的。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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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佳哉有坐落的光剑、光剑，一摆就互牵借起来。
好，来，应该是八代魔王。对啊。第一只复杂芳，用光剑扑落就一条命。无扑到。OK， 真顺利，来，厝安尼火车个会驶到四个马遐去。大家拢爱用光剑来砍救起来。
哇，龙虾牵笑起来啊！刷来是啥物人？哦，老虎，野菜红虎。哇，无三着。八成应该拢拍了啊，较对啊。都有绕高伊啊。补回一个，这关应该是多普拉摩啊，多普拉博士，朴苏，多普拉朴苏。哦，佫会补货呢，遮厉害！伊个电网电出来的时阵，你若扑偌济，伊就甲你吸偌济咧，真恐怖。
好，即马剩最后2只。Sigma 甲 Sigma 大只的，甲细只的甲大只的。我看网络顶写的细只叫圣徒西格玛，圣徒西格玛，啊大只叫皇帝西格玛，皇帝呢？哦，唔错诶。我的光针拢走袂出来，好哦。哦，去有个冻条的吼，好哦。即摆袂顺转来，所以我无用衣冠就是安尼。感觉即摆拍了袂顺。哦，最后一只金破关，皇帝死个嘛。哦，伊即只嘛是足穿诶。最后一只啊，阵型一般。先报一下，无等下无说你巧伊。对啦，一盖就对啊。哇，这盖就无水啊，第2摆就无水啊。
对啊，足大只的个，伊的头吼足细了的，你要弹着伊的头足歹弹啊。你搁要用节落光剑，哎呦，哦，袂记你啊保护种他妈死。我来看伊惊啥武器。弱点武器机器攻击，哈哈哈！你刚才惊洛克人的机器攻击呢？安尼个巧伊呢？冷静冷静。水。最后一刀，阁是用杰洛的光刀劈掉，就足爽的。哦，爽！感谢各位，今仔日会当提早困哦。紧走啊！哦，哦，多普拉博士甲4个嘛病毒食落，精彩！这个时阵，多普拉博士牺牲家己，甲4个嘛病毒食落，同归于尽。哦，好，结束。片尾的这个动画吼，小看者。金色的，你看咱即摆这路先摆是无死啦，只是讲哦，伊去互迄个网啊用着伤吼。即摆无含你徛做伙啊。动画甲走好了哈，有始有终。OK。哦，这个片尾曲有够好听。其实吼，咱即马足可惜的就是讲，
这个洛克人 X3吼，伊这个 PS 版本的吼，有甲做动画入面。啊，毋过咱伫 Steam 吼算到的这个版本呢，伊是封这个，伊是刷这个超任的版本起来啦吼，所以讲无动画。啊，无伊的动画足好看的哦，足水的。等下哈，我会当去，张袂记你换装逼。等下找迄个动画来看一下，袂歹。而且伊的迄个 OP 足好听的，我会记得有一条 OP， 啊伊还有找一个歌星来唱，OP 足好听的。对啊，等下咱来找来看。伊伫片尾的时阵，拢会坑讲因的 power speed 偌济安尼。FF 马加瑞拉、Vela、FF 加 BB、曼德雷拉、BB、亚巴多灵加印西人。Vava Mark II 2代爆发。爆发，Post Dobra， Sigma， Kaija Sigma， Sigma Virus。大概的问号，洛克人 X 甲杰洛拢是问号。And you? Thanks for playing. OK。主播都是什么时候开台？哦，这三马拢是突发。毋过我一般拢是暗时啊较济啦，因为日时有工课嘛吼，拢是暗时啊较济，所以日时应该是无啥可能会开。有当时暗时若厝里无用了，拢会差不多9点10点过后才有法度开。若有法度事先准备，就是我会提早讲过，对。OK， 一个，落尾后一摆就是会拍 X4吼，毋过毋知啥物时阵啊哈，来看啥物机会会来拍 X4。X4 我就是4代我就会用先拍杰洛，
哦，用 Zero 来拍哦，较其他一个。好 ，OK。哦，虽然中吼有一寡落赛的所在吼，但是嘛是有完成啦，袂歹袂歹。哦，我进前呢，其实我已经有找到伊的影片啊吼。其实伊毋那 OP 尔呢，伊是每一个关卡的魔王头前拢会放一寡小小的片、小小的影片伫头前啊，介绍迄个魔王是安尼生，才会变做歹人安尼，迄种有介绍呢，迄足用心的。啊，毋过可惜就是讲，即个Steam的版本吼无出着魔王的战斗影片着。就可惜的。好，咱来放一下迄个影片的。我找到这个版本歌有中文歌。その考え方素敵ねビルに傾く都会の夕日見上げて急に黙ったりして心配さ胸に描く夢を誰かが邪魔しても負けずにいる輝きが好きだよ一代正港。哦，没有啊。真袂歹呢。安尼哦，我找另外一个人，这合作。人讲这
这个版本是号称4K 修复，咱来放看卖。哎呀，伊是讲画质有较好啦，但是我感觉敢若差无介济，好像有好一点了哈，好淡薄啊。水啊！哦，够好听的吼，听2摆，袂歹。好，今仔日就安尼要结束啊哦。好，我来看现出是啥物人伫咧，咱来说拜拜哦。阿里斯康明伫咧尔，好，拜拜。暗安，大家暗安吼，要来下班喽。拜拜，再会，有缘再过来，再会，有缘再过来，安安。再会哦，你着恁啊，再会，拜拜，安安，感谢你来，安安，再会，有缘再过来。安安，小巴也是行真，拜拜，安安。